我们学校呢要举行礼貌运动比赛，所以我从现在起呢要非常注意礼貌哦。那这样很好啊，小蜜，呛要随时提醒我们要有礼貌哦。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刚刚说的呛就是请的意思啊。那我知道了，彤彤姐姐，呛你帮我把水拿过来，暗自先。哇，默默，你的客家话讲得越来越棒了哎！来，你的水。哇，对不起，是梨，哇，有没有弄湿你啊？还好我闪得快，但是彤彤姐姐，你刚才是在说对不起吗？哦，对，没错，刚刚说的是梨，就是对不起的意思，也可以说拍谢哦，那我知道了，彤彤姐姐，是梨，呛你帮我把那边的饼干拿过来。没问题，来，小蜜。暗自 say， 那我要先吃饼干了。小蜜真的是变得好有礼貌，好乖哟！呛，请，小蜜，呛，你帮我把书拿过来好吗？彤彤姐姐，谢谢你。那小蜜，呛，你帮我拿苹果过来好吗？彤彤姐姐，苹果在这里。谢谢小蜜，你最棒了。是梨，拍谢，对不起。是梨，拍谢，对不起。小蜜真的很失礼，我刚刚踩到你的脚脚，有没有很痛啊？还好，一点点痛而已啦。真的很失礼，对不起啦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彤彤姐姐，真的没有关系啦。呛，失礼，拍谢，小朋友都要当个有礼貌的好宝宝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我呀。